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柏傲莊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旁邊就係飯廳，放6至8人飯台，仍然寬敞。客廳位置一邊放電視櫃，一邊放梳化。出邊仲有個工作平台，呢邊我哋望一望，係望到成條嘅城門河景，非常壯麗。客廁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，仲有洗衣機同燙衫板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望住河景，非常舒暢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相若，主人套房，特設衣櫃位，有工作平台，亦都望到全條河景。主人套廁係明廁，浴缸設計。亦有企缸，廚房 U 型設計非常好用，有雪櫃、爐頭同埋焗爐。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 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柏傲莊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4至6人飯台同埋櫥櫃。客廳出邊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景觀，對住就係大圍嘅山景。呢度就係飯廳，呢度就係客廳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廚房都算寬闊，有爐頭、焗爐同埋雪櫃。睡房擺完床，仲可以擺個高身衣櫃。對住亦都係大圍嘅景色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主人房